走进名家欣赏名段，我是钱慧丽。名家名段节目又如约和您见面了。在上几期的节目里，我们一同欣赏了傅钱香老师在《梁祝》中和孔雀东南飞中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将为您介绍傅老师在舞台上所塑造的风尘三绝，也就是秦探中的脚桂英、李娃传中的李亚仙以及杜十娘中的杜十娘。今天我们先来说说越剧秦探和傅老师所塑造的脚桂英。孩子庙到了，姐姐，孩子庙到了，请下坐吧。好大的风絮呀！海风沙沙扑面来，大象儿女把人人，姐姐呀，你一命你不与君，不得害人来报怨。学妹，你看这几个字啊，姐姐写得好吗？写得真好。龙飞凤舞千岗间，他那妩媚又是随云来，自在临时比功夫，自是长技才到手。什么高手？你看这廊下分明有个穷书生在萝卜卖死你呀！一岭蓝山映傲帆，满脸军衣没点头，他定是时运不济很长哦，于是我红粉飘零落情人。叫郎双臂自装满，我恰是一人平常难猜的。黑壁风大，我们进庙去吧，舅妹姐。秦探中的脚桂英是一个善良多情而富于反抗的人物。傅钱香老师为塑造这个角色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脚桂英也成了傅老师最为经典的舞台形象之一。在送别一场戏中，傅老师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梁祝》18相送中的祝英台身份、性格与心情截然不同的多情女子形象。下面请大家欣赏1958年拍摄的越剧电影《秦探》中的片段《送王郎》。一往君。
在这里休息一会，带老奴先去陪马。王郎，娘子还有言。王郎，来此也是黑人庙，想连我几位夫妇是黑人也做的媒分，若不你我一同进去，想人的民国事女，娘子说的也是。与王魁几位夫妇私怨不受监牢，生死无法，永不变心。但为此呀，常人苦海。小生王魁与桂英七人夫妇立志不边及罪去，才为此呀永垂刀杀。王啊，严重了！对在身吧，只是有无刘金娘子利益你们，小生岂会丢了？如此甚好，老爷，马意为好。路吧，老管家，请你一路之上，好好侍候少爷。老奴遵命。少夫人，你对我们淄博的大恩大德，老奴永不忘记。娘子，我要走了。王郎一路小心。为妻在家，三儿家业，娘子在家也要保重了。你回去吧。在家也要小心点。弟弟，这步去远了，看不见了，我们回去吧。都林昨日了，王郎
回去吧。海神庙是贯穿秦汉整个故事的重要场景。角桂英与王奎在海神庙相遇，又在海神庙订盟，最后角桂英自缢身亡也是在海神庙里。对于神灵的依赖，也体现了封建社会一个弱女子的无助。
归阴也越剧情探其实是著名剧作家田汉和他夫人安娥根据川剧改编而来。在排演情探的过程中，傅全香老师得到了川剧表演艺术家周慕莲与杨尤鹤两位老师的许多指点。除了川剧的表演身段之外，傅老师甚至连川剧的唱腔都学了下来。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成就傅全香老师越剧脚桂英的经典地位。借鉴川剧的特长化为越剧所有，这才是他成功的秘诀。人也细听分大百姓我的无一下丧命，不怜我美人花张眉目王魁正在神仙八字命十之王三世何不与他共命谁知晓此人之面薄了唐月就忘了本，他竟敢引起再去与主心啊人，二八两银子一放心啊！待我上天无路，实地无瓦门，再等万星出神神公开。王神生死真意是他应与我归隐，
文灵与我再再与我再再三年，我总是望天也过夫人，你念我归隐孤苦伶仃，你再替我做主吧。怎么？我可数了半天，你一点也不理睬我。哦，我非觉你的人太多了，你忘记那天我王奎在此名字了吗？哎呀！判官爷，判官爷，请你查一查吧。查明白了，想开人也未必你生，快快把那王奎。怎么你也不理睬我？那天我王奎在此名时，不是你和小鬼做见证的吗？小鬼哥哥，小鬼哥哥，你记得吗？记得那天我王奎在此名字吗？怎么你也不理我？你们大家都不理睬我。我明白了，如今王奎逼不得已的，他总要断命长远，也是真老真相的女婿。你们是怕他，不管杀他，怕他怕他，你们都看不起我，看不起我焦桂英，一无情而无私，是个烟花女子。我给人家欺负，
呀，起来呀！三爷，等到你母子不抗生，算于臣妾几万定，恰为我你今日无英名，任我可说不莫非你关海上不管生死，恰不问生死风不显得分，女王快在身边，万家自愿为心才呀，可笑你关一杯点门啊！回家呀！哎，回家呀！回家呀！回家！弟妹们笑嘛，我到晚苦在人间的宝儿的当马得西林，在真是上天天不落。在地呀无门，嘿，三爷，你不作此，三连我归隐。人生各忘愧，与我再争。嘿，三爷，你不该忘愧与我再争，为因此愿，也无此苦哉。
得了呀！我只有一条死路。对，虽是我死了，也要跟那王魁。美、情、愿是傅老师演行路时紧紧抓住的3个字。就像田汉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傅老师将皎桂英塑造成了一个浪漫的美鬼。皎桂英，黑人也遵了你的诉饶，带你去到边境，怎拿王魁去走？当尊已有歌文开票。
明无儿郎，再打掉唐你无畏。想起了东汉时，开安山寨大姑娘，先发宝图造功不的万代。王魁，他在那水湾路上山上作对，杀得我教子女孤孤单单，凄凄凄凄，千里
文笔。哎呀，今夜晚官叫你到神仙无才。在此少内，我令贵者是那往回去走。皎桂英活捉王魁是整出戏的高潮，但是您也许不知道，最初的越剧情探中是没有刑戮活捉的。为什么呢？原来起初许多人认为所谓的鬼魂宿命都是封建迷信思想，
不应该在新时代的舞台上出现。所以傅老师他们演的秦探中，角桂英是被王奎一剑刺死的。戏演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艺术家和观众都觉得不满意。1956年，傅老师提出请田汉和安娥夫妇重新修改剧本，这次写的秦探才有了角桂英死后化鬼活捉王奎的情节。那么，请你聊聊你是怎样来的？请你聊聊郎君来的，难道我是来不得吗？你来做什么？一来问得郎君告终，再来何喜呀？唉，自家不念，还我的什么喜呀？二来嘛，喏，我与王郎送牙房来了。牙房？什么牙房？哎呀呀呀，王郎啊！在牵挂，也在梦想。一空的举笔在我是千里迢迢来送在风尘今日里，我怎能为他一片情？怎奈他原本是清流神女，杨花为怎能在若遇金门？家的一担重压，岂不是最中路锦绣天盆？贵我并从未罪法，
也帮不用了，不用了。桂英，你还是回去吧。并非我人心留你，这是为世俗破出于无奈。你回去吧。欣赏完了傅全香老师的情态，今天的名家名段节目又要和您说再见了。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风尘三绝中的第2位李娃传中的李亚仙。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听此言，心事大家，很让平生我才你更难受，还得你关注金香茶，还得你流落。